王家珍到赛，王家珍到赛。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手牵手高华当选，台南市议员王家珍要来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的立委。今仔日伫市议会召开记者会，依然拢是雇佣者为口号，说明伊的参选理念。勇敢接受挑战，我没有去争取这样子的一个荣耀，但是呢，有这么一个机缘，让家珍可以接受挑战。让家珍可以掌握一次很难得的因缘具足的人生际遇，这个理由，我想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多年在地方服务的民意代表很大的一个鼓舞。王家珍担任过7届台南市议员，问政经验丰富。伊讲已经放下参选立委的念头，也毋过日之前伊反复思考。决定接下一个使命，也探出机会看看民进党执政30党的台南市到底变甲安怎，也甲炮火对准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民进党目前的总统候选人掌握大权，进入了第3任的总统府，带着他的爱将，新潮流系的爱将，如同过去台南市6席全拿的全垒打。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样子的民主？家珍基于小我的理由以及大我的理由，我们盼望能够竭尽全力奔赴战场，争取我们台南乡亲给予支持。参选记者会结束了后，党内议员蔡耀辉、蔡淑慧、蔡宗和甲李宗成也来到现场，替王家珍来加油打气，互伫各行各业打拼的每一个雇佣者携手并进，用选票行竞选一个说话安好。台南新闻杨秀怀采访报道。